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4月20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柯碧君。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有17架次中国军机下过海峡中线，美军印太司令指出，台湾这阵在咧面临部队资源无够这款问题。伊拉克一个亲伊朗的民兵组织20%爆炸，美国甲以色列拢否认因有参与这个行动。台北市世新大学有一栋新的宿舍要开始使用，但是单人套房一学期要9万块。有民间团体认为学校是把成本转嫁到学生身上。新闻头先先来关心国防。国防部讲，今仔日早时有21架次的中国军机出海，其中有17架次下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的区域，高南北部、中部、西南空域，配合中国军舰联合战备警巡。针对台海情势，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指出，台湾当咧面临部队资源不够这个问题，建议通参考以色列的动员方法。中国继续对台军事恐吓，既然大规模出现在台海，国防部20发布为早起8点开始，抓到中国歼1运8架无人机等国型主副战机21架次，其中17架次超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咱的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配合中南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警戒，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与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处。中国加强建军备战相关台海冲突的可能。面对中国军力强少，台湾有民防部队人力无够记录。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提出建议，台湾应该以色列共款面对恐攻采取的动员令。So Israel receives a horrible, just unforgivable terrorism act that slaughtered 1,200 of their citizens, and the next day, 360,000 Israelis mobilized in one day. 伊表示，中国继续消毒，有助缓解局势，传统分界线，研发第5代战机，飞弹卫星各界军舰，加大威胁力头。美方继续支持台湾，或者分析美国过去提供防卫性武器，到这几年被海马斯、多管火箭等核导性武器改变对台湾军事态度。如果美国现在的战略想法是往这个方面走，因此我会认为说。从防御到反侵略，从防御到嚇阻，是目前的军售，就是让台湾拥有这个武器的一个趋势。另外，G7文化场会期结束，会后联合声明一摆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安全甲繁荣是真重要。外交部回应，显示台海安全甲全球安全是真密切。记者综合报道。准总统赖清德搁1个月就要上任，中国19号先宣布启用 M503航线。国公告针对为台湾进口的材料 PC 征收上悬22.4%的反倾销税，现今呼吁中国卖政治操作影响贸易。经济部也有协助业者分散风险。那学者是认为，在赖清德就任之前，中国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作为。中国商务部19宣布，认定原产地台湾的聚碳酸酯 PC 存在倾销事实，20开始征收上悬22.4%反倾销税，为期5年。聚碳酸酯主要用伫电子电器、汽车光学包装、医疗器械等领域，也是恶化的早收清单项目。根据公告，受影响业者有台化甲出光石化9%，奇美实业12.2%，基林科技12.2%，其他台湾地区公司22.4%。补助业者来聘请律师，有争取到中判裁定比较低的税率。今年开始，我们会跟业者透过业结盟的方式，带他们去拓展一些新的市场，印度、东协甚至非洲。台湾董事长洪福元讲 ，PC 输往中国无存在反倾销行为。基美指出 ，PC 塑料加上附加税难免有影响，希望甲中方继续来协商。也来行政院是呼吁中方莫用政治操作来影响正常贸易关系。不过，中方19先宣布启用 M503收集航线，伊个公告反倾销税。5日控准总统赖清德，过1个月就要就职啊，一天连续出2招。学者分析，无排除中方要更加做施加压力的动作。他可以用放谣言的方式，比如说，
我们的某些邦交国，其他产品它也可以说要启动新的调查，可以用的手段，那么可收可放，间接对未来的赖政府施压。学者认为，中方最近积极邀请台湾人士访问中国，甲受就赖政府对着施加压力了后反应甲说法有关系，对着伊佫做出判断有帮助。未来政府对着中方政治性的出招，有关必须小心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市树林的儿童新乐园是由台北捷运管理，今年Q1吸引超过54万人次入园。不过，这阵儿童新乐园下美食街逼出食安危机，有一个厂商出现饭煮无透、食米有糖、碗箸无清气这个情形。台北捷运要求厂商后个月19进前要改善，要无可能会解除契约。拜六假日，未少家长带囡仔到台北市儿童新乐园去佚佗，巴肚枵就去美食街食物件。不过，其实团是部分店头环境卫生有问题，引发家长烦恼。也是会担心啦，就是有时候他们可能在后台里面做的什么样，到底是怎么样料理这些食物的？毕竟小朋友吃的东西，对，如果说有什么状况的话，其实家长还会蛮关心的。台北市议员林延芳进前接到民众陈情，发现美食街野面食堂青菜乌气，四海有灵的水饺无熟，也有消毒味。花莲变色的变色有糖，二品院的碗箸无清气，才缺失。林延芳批评负责营运管理的台北捷运公司，5年来对美食街卫生缺失，敢若罚4摆，搁3000块，无想到这个宝林地色中毒案这个案例教训。儿童新乐园是家长带着孩子去旅游游玩，必须要提供一个良好的服务品质，吃也要吃得安心。所以蒋万安，请你拿出你的魄力，立即改善。我们全面清查，我们不会针对单一个这个业者，包括我们俄乐里面，我们会全面做清查。八节讲已经要求厂商在5月19进前限期来改善，同时也检讨自主管理的制度。若发现重大违规情节，无排除要求业者停业。另外，对着有民众反映，美丽新雅城的物件敢若无熟，台北市卫生局强调，16已经完成稽查，发现多项卫生缺失，已经下令业者23进前改善完成，到时阵的无定期也被通知会去复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市，一个查某人骑奥多摆加骑U bike的人相克跋倒，结果互一台游览车的后轮地死。警方目前排除游览车驾驶接手的可能，详细的事故原因目前也搁在调查当中。监视器翕到一个查甫人骑 U bike 伫慢车道，后边这机车骑士要超过去过程当中，会着倒伫涂骹。啊，毋过这时阵后边一台游览车驶过来，到过倒伫涂骹的机车骑士。后壁咱的这个胎啊，伊也弄着恁啦，啊，毋较占一步人。哦，差一步啦。差一步歹运着，迄台车也驶较紧就袂啊。现场的人赶紧报警，救护车到场了后，评估骑机车的人已经明显死亡，骑脚踏车的人正手切伤送医，无生命危险。20早起7点外做帮务工作的姓谭的查某人上班的中途，骑机车沿嘉义市林城西路，好亲像要超过头前骑脚踏车的姓李的查某人，煞下着倒伫涂骹，互后边游览车当场告死。另外，王姓游览车驾驶跟那个李姓的脚踏车骑士经检测就没有酒驾的情形。有关相关的肇事原因，目前由本局交通队厘清当中。警方则规定对游览车姓王的驾驶酒测初步排除酒后驶车，啊，毋过姓王的驾驶牵涉业务过失致死罪，依法送办。详细事故原因，警方还阁后续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官员证实，19因对伊朗发动报复攻击，不过各界拢无做出真大的反应，是避免提悬区域冲突。因为伫伊拉克一个亲伊朗的民兵组织20发生爆炸，美国甲以色列目前拢否认因有参与这个行动。伊拉克的亲伊朗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力量所驻扎的卡索军事基地20发生连续爆炸，造成设备损失，甲至少1人死亡，8人受伤。伫中东局势清源的时阵，真受到外界关心。不过，美国甲以色列拢否认牵涉这摆攻击，整个事件正也伫调查中。
伊朗民众十9正上去行上首都德黑兰街路抗议中部耶稣研究的重要城市伊斯法罕19遭受攻击。以色列官员早前已经对美国媒体证实，发动这场报复行动，发射3粒飞弹，摧毁一个雷达站，就出来展现以色列方面有能力来打击伊朗境内重要目标。شنیده شد انفجار نبود شلیک سامانه‌های قدرتمند پدافند هوایی به شیء مشکوکی بود که由以色列方面攻击规模有限，伊朗的反应也真平淡，表示是渗透者所做，讲抛落来无人机，敢若像七头米共款，并无点名以色列，也无搁再推出反制计划。加上第一时间，美国、伊朗甲以色列三方面拢点无表示，充分体现出卡到就停止，防止这情势继续升悬的态度。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d that it is high time to stop the dangerous cycle of retali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ppeal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work together. 国际外交行动也一直进行，拄则落幕7大工业国外长会议也强调，会努力来防止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失去控制，并且寻求早日来结束加沙战争。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最近桃园、台北这块所在失电的情形是一直发生。今日桃园的新屋区也失电，台湾电力公司受社会检视，即阵台电总经理王耀庭是提出请辞，经济部表示会全力挽留。校园看起来甲以前同款正常运作，不过同个讲起19暗时跳电也是忍袂了怨叹。就是说他做报告做4小时，然后不见，对啊，还蛮惨的。学生讲19暗时无有经跳电几啊摆，毋那写报告真做问题，抑阁未少人爱伫黑暗当中返去宿舍。学校会同台电对查，确认是自用设备复备器异常，修好了后也正常供电。经校方有通知，他们的厂商有来协助处理。那在1点40分的时候，也都处理完成。那一直观察到今天凌晨3点，所有的电全部的恢复了。前即摆事件问题无伫台电，毋过15台电发生机组跳电电力紧张，10日开始连续3天，桃园有真侪件停电的事故。人口较密的大园、中立孤山白电，影响户数未少。台北东区19也捌跳电，伫20早起10点半，桃园新屋也停电。台电表示，因为严燃雨线路弱化，换了后点半钟就有电。因为一直传出停电的事故，台电总经理王耀庭20就提出辞职。总经理可能是有他的想法，但是我们会再了解。因为王总他自己的心路应该是还是由他来说明，我们只知道说，大概有这个消息出来。王耀庭透过发文，讲到民众对台电议论加对同事打击感觉唔甘，对造成社会纷扰也感觉失礼，决定请辞。经济部表示，肯定台电的危机处理反应调度，也唔甘台电限制政治攻防，会全力挽留。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的世新大学，今年新学期有一栋新的宿舍会开始使用，但是一个人住的套房一学期就要9万块，有学生感觉伤贵，甘愿伫其他的所在睡厝。有民间团体认为，学校这是甲改建建筑这寡成本的费用转去到学生身上。伫世新大学后山这栋大楼是今年才起好的生活宿舍，有加9个新学期正式启用，时间进入最后阶段。1楼大厅有交易厅甲休闲健身区，有单人、双人的套房，有配册桌啊、椅啊、3柜网络冷气冰箱。不过单人套房一学期5个月要9万，平均1个月要18000块，学生讲是真贵，根本带袂起。真的9万块太贵，就台北住宿外县市的学生来说，其实负担很大，所以应该还是会到附近找房子租，这样应该不会住学校的，可能有点贵。对，是觉得有一点吗？还是太贵了？学校回应生活宿舍，真侪人伫问登记情形也袂歹，宿舍定价采综合考虑。校内外总共6个宿舍，上俗的深期利息22900块，也为60岁学生保留优先登记所在。除了世新生活宿舍，台北市大学宿舍费用比看卖，大概7900到43002。东吴大学单人套房72000，辅仁大学双人套房雅房一学期大约3万块，计小差不离多。
假设1000块左右，但你住外面可以自己住。那有些学生他在 CP 值的考量下，他反而优先选择住外面。的确，教育部可能要开始思考说，是不是应该要补助学校这边他宿舍在新建过程中的确遇到涨价的问题。虽然教育部今年提供大学每人宿舍补贴5000块，不过根本都无够，为少学生甘愿伫外口租厝。亲民协讲，政府鼓励学校修理也是起宿舍，应该予伊更加多支持，避免学校把成本转予学生。教育部是回应宿舍收费调整，应该邀请学生代表说明沟通，杜绝这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的高铁左营站，抓有赛车的驾驶违规停车伫外环道，造成塞车。有驾驶讲是因为尖峰时间停车位歹找，才违规停车。有民众建议通参考高铁台南站，使用科技执法，自动处理红线违规停车甲黄线超时停车。那假日尖峰时间，高铁左营站常常一路塞车到引渡口，有人伫面车怨恨塞车组显示2边红线违规停车，也质疑这人为啥无利用边啊半点钟免钱的停车场。今天是因为里面根本进不去，塞住了。车位很有限嘛，像现在我们绕了2圈，里面都满了，也没办法停。我是觉得是比较有用的，你要申诉就你自己在申诉啊。伫现场明显所在有禁止临时停车标志，也是未少车违停，一直到警方到场才驶走。不过也违规驾驶发冤枉，讲停车场尖峰时间拢无非才违停。于连续假期及交通尖峰时段，亦有派员执行交通疏导及加强违停取缔。今年截至4月20日止，已开出90张罚单。警方强调，禁止临时停车所在停车上单罚1000字，不过106年到即马罚超过4000张罚单，也是无法度改善。有人建议，有台南高铁站用科技执法来处理红线违停、临停区超时，无得卡应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语台甲华视合作的台语戏剧火车来去，20日台南华来影视基地举办开镜仪式。这是一出背景伫1982年用台湾一个小镇来讲人生悲欢离合故事的戏出。众人做伙迎香拜拜，祈求拍片的过程会当一切顺利。公共电视台甲华视做伙联合制作的新戏剧火车来去，20中昼举办开镜仪式。2、1。请长官揭开红布，火车来去开进大吉，典礼顺利圆满。去年火车来去用1940年代电动一家火车的故事，伫金钟奖得到好成绩。导演李亚峰推出来去系列第2出的火车来去，要向大家讲一个1980年代发生伫一个小镇的故事。较早出外来拍片，要回去故乡，拢伫这个火车头，有一个安尼个悲喜的演出就对啦。所以我是用这款较慢的迄个步调来演出过去的旧社会迄股人情味。这个演出的演员，除了有一寡顶一出舞者来去的演员之外，嘛佫有加一新的演员。因表示用台语演戏是一个挑战，会拍片讲好台语。因为这是我第一部，就是全部都是要讲台语的戏，然后我台语其实没有很好，但是呢，我刚刚遇到石之田之后，我才发现哦，好险，有人帮我垫底了。我跟导演是20年前合作的家，所以20年后再演。然后那个时候我讲的是国语哦，然后我不会讲台语，也不会听，所以导演这次就问梁家荣，你敢会晓讲台语？我说今晚会晓听，会晓讲。导演表示，2月的时阵就已经来到台南华南影视基地大布景，这个环境真舒适，希望会当拍出精彩的作品，让观众看好戏。记者林慧婷，台南报道。配合台湾举办2024年世界第一论坛，林业署小连续2天伫新竹市的将军村以第一做主题办市啊，现场有各款的第一艺术品、环保碗碟、家己表演第一 DIY 的活动，招大家做伙来熟悉第一。用竹仔乐器演奏出好听的音乐，佮用竹仔制作的环保餐具、器皿啊，以及各种的艺术品，连泡咖啡的工具嘛有。我们现在用台湾的贵族啊，然后把这个咖啡的滤杯融入生活化的应用，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像编织的这个部分，它可以呈现编织的美感。另外一边是互民众利用竹仔 DIY 做出适当使用的生活用品，感觉真趣味。就参加手作的感觉，
然后手机架看起来的模型漂漂亮亮的。验数指出，竹仔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资源，那竹仔有真济用途，而且生长速度紧，又可会当循环再生，是一种上自然的环保材料。希望透过体验活动，让大家对竹仔的好更加了解。竹的运用非常的多元，以桃竹苗地区来说，它是以桂竹这个竹种为主。那桂竹呢，除了传统用在器物上，那在农用上也非常的多元运用哦。虽然说现在的铁制的水泥做的这个物件是非常的方便，但是竹因为它轻巧，而且它可再生回收，所以还是农用的竹材上是非常具有潜力的。礼拜连续2天的竹仔活动，在新德市将军村举办，邀请大家做伙来踅市啊、听音乐、感受台湾的竹仔文化。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新德市的东门市场是新德历史上久长的菜市啊，伫咧日本时代嘛是全台上大的市场。不过，这个往过真车营的所在，把变做暗索索的治安死角。为了活化这个市场，有一群少年人改造这个空间，来这开新的店。伫下暗7点半，公司台去台青春咱的网，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今日去新德的东门市场，目睭前看到的是5花10色的好料理甲人丁。不过伫8年前，这算是无人敢行入来。我第一次来进来的时候超害怕，因为没有人，然后又昏暗。后人讲，这来规个市场啊，你若无注意的时阵，我一个角你就看到一个人倒一个啊。为着要抢救这个旧市场，清华大学甲新德市政府合作，推动市场转型。迄当阵咧设这个市场时阵吼，第一个拄着困难就是本来就伫市场内底才会长辈，基本上拢无啥欢迎。希望把年轻人带进东门市场，因为年轻人就会更有活力，而且会有比较新的想法。伫开门工作室的拍拼甲推动之下，少年人进驻创业开店已经超过50间，除了各种的好料理，也阁有电台工作室来活化市场。本市毋对，就是无人做文创啊，所以后来就想讲，东门市场嘛，足趣味安尼，所以迄阵就想讲安尼好啊，我来东门市场做一个客语的电台节目。人原本伫新德的人，转来遮嘛感觉，转来遮嘛感觉变甲较热闹的感觉，大家就变做较爱来遮。足侪人讲阮新德美食沙漠嘛，但是阮在地人就毋是安尼想哦。我感觉讲，阮遮老新德人，阮有感情在遮。这阵少年头家用少年人的思考，甲对新德的感情，重新甲东门市场这个旧扛棒搁点互倒，互已经衰微真久的旧市场变作是创业的舞台。若是为这栋100年的建筑注入新的活力甲灵魂，嘛带领少年人倒去甲市场，找出属于新德旧社区独有的气味。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33度，中部地区22度到35度，南部地区22度到35度，东部地区23度到33度。华东地区21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稍等一下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